Hello， 咁多位，啱啱就喺華強北咧拎咗幾款車 cam 落嚟同大家測試，咁啊呢條片應該啱晒所有揸車嘅觀眾啦。今條片測試嘅幾款車 cam 都喺深圳華強北嘅創盈通訊有得賣，由福田口岸搭地鐵去到華強北站，上 D1 出口，一出斜對面就係呢個賽格通訊市場嘅康樂大廈，記住係康樂大廈，唔好去錯第棟啊，去錯就揾唔到噶啦。由正門行入去左手邊呢一排，行過大概10個鋪位度啦，就嚟到 1A62 鋪創盈通訊。首先呢，我而家開箱呢一款啊 4K 畫質 F7 型號，咁啊3個 lens 嘅，有3個鏡頭，咁啊夜視啦，有呢個 G sensor， 有 WiFi 連線啦，呢度有 WiFi 連線。陣間都會裝上部車度試用嘛，行一段路睇下佢拍出嚟嘅影片呢夠唔夠清晰，離遠可唔可以清晰咁拍到前邊架車咩車牌？因為萬一如果唔好彩遇到交通意外呢，影到對方嘅車牌啊，將來上庭啊同埋你報案呢，都係一個好有力嘅證據嚟噶。好，咁而家即刻開箱先吓，有啲說明書啦，咁啊個車 cam 就喺呢一個位啦。攞出嚟睇睇先，好輕身啫喎，咁啊唔怕黐喺個玻璃度呢，咁啊曬幾曬就跌落嚟。呢係一個應該好強力嘅呢個雙面膠，透明啊，我見呢度有個 Type C 嘅供電口啦，有個 video 嘅 input， 咁呢度有炸掣，仲有一個咪嘅，有個窿喺度，有個咪，呢度可以插 SD 卡嘅。好，咁再睇埋呢隔離呢一盒係咩嚟先？哦，第3隻鏡頭喺呢度，呢個係車尾鏡頭啊。咁跟住呢度有個中間嘅連接線啦，由車頭拉到去車尾嘅。跟住呢一條線呢，就插落去呢一度啦，呢個針頭。然後就呢度插翻個尾 cam。好，咁我而家試下即刻安裝啦。呢度有個煙插嘅插頭啊，插落去煙插嗰度攞電嘅，由10至到30瓦都得㗎喎。咁啊，貨車私家車都冇問題啦。一路拉條線過翻嚟擋風玻璃車 cam 呢度插喺呢度，咁就完成成個安裝啦。咁啊，暫時唔拉暗線住，因為我自己都另外有隻車 cam 用緊啦。但係呢隻就渣啲嘅，得1080。而家睇下 4K 拍出嚟嘅影片有冇清好多。睇翻條片同我以前嗰部1080解像度嘅車 cam 比呢，我好清楚見到啊，左邊死車嗰啲車牌係咩 number 嘅。咁啊，前 cam 就 4K 畫質，車廂同埋車尾呢都係1080嘅畫質。車 cam 入邊嘅片可以透過專用嘅手機 app，Android 同埋 iOS 版本都有嘅。連接咗 WiFi 之後，就可以將車 cam 入邊嘅片過入去手機嗰度，同埋每次經過 WiFi 連接手機之後呢，都會自動校準翻時間同埋日期。然後開箱第2款啦，咁啊呢款有咩唔同呢？我哋見到呢一度啊，印住咗鏡頭角度啊比較廣闊，呢度寫住啦170度嘅有。咁啊，試下佢啦，不如開一開箱先。鏡頭咧就喺呢度，搣埋保護貼。咁啊，靠呢塊雙面貼上擋風玻璃，然後就可以咁樣鏡頭垂直咁樣調校角度嘅。而家見到呢度有個衛星，有埋 GPS 嘅喎，呢個應該。咁啊，而家即刻裝上去試行一轉啦，不如。咁我而家就裝咗上去擋風玻璃，撳入去 menu 睇睇有啲咩 set 先啊。咁啊，功能方面咧有 G sensor 啦，有呢個前車距離嘅偵測喎。咁我開咗佢，然後去路面試一試佢係咪真係咁靈敏先。有 GPS 定位，所以左下角有一串數字係經緯度同埋行車嘅速度。而駕駛輔助偵測就會喺我貼近前車之前呢發出預警。畫質方面呢，見到路牌啲字都好清楚啦，前邊個車牌亦都影得好清楚嘅。貼近前車嗰陣呢，安全駕駛輔助亦都響起預警。
不如我開埋最後一款，跟住3部 game 拼埋一齊睇下。好，跟住呢一盒呢，比較大盒啲嘅，開盒睇睇先啊。佢就係一款裝喺車廂裏邊倒後鏡嘅車 cam 嚟嘅。嗱，就係咁樣啦。佢後邊呢，有2隻腳咁樣夾喺個倒後鏡上邊。咁呢度有一個鏡頭啦，鏡頭係可以調校角度嘅。哇，不如而家呢，即刻裝上去試試啦。不過呢，裝之前再睇下下低仲有啲咩配件先。好，倒晒出嚟睇睇。咁呢度啊有一組後 cam 嘅連接線。咁呢度有隻後 cam 喺度啦，跟住都係啦，一個點煙位嘅火牛啊，都係 Type C 嘅插頭，咁啊插落去車 cam 裏邊。2條橡筋啦，咁樣即係咧，呢度見到呢度有2個勾咧，就係咁樣箍落去，然之後再固定喺倒後鏡上邊。好啊，咁而家安裝啦。SD 卡咧就喺呢度插入去，咁而家插埋電源 ，OK 啦，跟住裝上去，咁啊校翻自己喺倒後鏡個角度，咁而家插電插着佢啦。好，上面有 Welcome 啦喎。應該裝喺倒後鏡嗰個熒幕咧，就比較大範圍，咁啊睇得好清楚啊。咁啊撳入去 menu 嗰度咧，咁啊都可以，咁啊入去文件管理咧，就可以睇翻頭先拍咗嗰啲片啊。咁啊就一撳入去就可以好清楚咁樣睇得翻啦。咁啊如果你想鎖住邊條片啊，唔好等佢循環錄影嗰陣 cut 咗你嘅話咧，你又喺呢度撳啦。撳一下試咗鎖住文件啊嘛，可以即刻鎖住啊嘛，好簡單好方便。跟住呢度有一個叫做智能駕駛啊，應該都係 detect 翻前方嘅車啊之類嗰啲。譬如呢個高級駕駛輔助系統啦，咁啊入去設置嗰度睇下先。有5種預警嘅俾你 set 嘅，咁啊有前車碰撞啊、窄界啊，或者行人碰撞啊、前車啟動啊，即係佢都會 detect 過，因為喐嗰陣先至會有機會碰撞噶嘛。佢就會有個預警嘅，跟住行車距離太近啊，佢都會有個預警嘅。好啦，咁我依家即刻出去路面試試。譬如我前邊有架泥頭車好近啦，即刻響起預警啦。我而家就過咗紮死車啊，咁我要埋翻去我自己條行車線喎。咁佢又會響起預警啦，因為我偏離咗自己行緊嗰條行車線。路人偵測，我而家又試下，直頭行人路上邊啲行人呢，佢都可以 detect 到嘅。譬如你如果唔想聽普通話嘅話呢，可以轉做英文嘅喎。咁依家就顯示緊鏡頭拍攝個畫面啦。咁下低呢，呢度有粒掣嘅，撳一撳，咁啊熄咗個 display 就變翻呢個倒後鏡咯喎。好啦，咁我而家呢，就將我3部我挑選嘅車 cam 裝晒上去擋風玻璃嗰度。一次過行車試下佢嗰個畫質啦。好啦，咁而家開車。車 cam A 嘅畫面好易認啦，見到左下角有 GPS 定位嘅坐標喺度。咁啊，隔離架的士個車牌同埋前邊嗰2架7人車嘅車牌都好清楚見到啊，係咪？顏色亦都鮮豔得嚟係自然嘅。跟住即刻轉過嚟睇車 cam B 啦。車 cam B 係安裝喺倒後鏡上邊嗰一款。就由於每一款車嘅設計都唔同啊，咁而家安裝喺我呢一部車上邊呢，有機會俾擋風玻璃上邊嗰組 sensor 遮咗中間嗰個畫面嘅，同埋鏡頭角度唔夠頭先 A 款咁廣闊。然後到車 cam C 啦，車 cam C 係我第一款開箱嗰一款，第一眼覺得個顏色呢係3款之中最靚嗰一款。講翻清晰度呢，例如車牌嗰啲亦都係合格嘅。跟住我仲將3款車 cam 嘅影片拼埋同一個畫面嗰度俾大家比較下。而家已經見到 A、B、C 3款車 cam 嘅影片呢已經拍埋一齊同一個畫面度比較啦。顏色最鮮豔呢，我覺得係 C 款，即係我第一部開箱嗰一款。B 款啊，可能因為部車個設計問題啊，如果掛咗喺倒後鏡嗰度呢，會遠離咗擋風玻璃少少，所以個
個影片咧都會光咗啲嘅，應該裝喺啲擋風玻璃比較企身嘅車會好啲，例如貨車咁樣。再睇埋 A 款啦 ，A 款個表現我啊覺得中規中矩喎。依家就見到入咗嚟一啲有上蓋遮擋陽光嘅道路，咁就可以試埋3款 cam 喺低光嘅情況之下，鏡頭喺影像處理嗰方面由光變暗嗰一下咧處理成點啦。好啦，差唔多入到去隧道啦。嗱，可以見到啦，3款 cam 入到嚟隧道冇陽光嘅環境咧，都唔會話即刻蒙晒，話好多 noise 咁嘅。嗱，咁跟住睇埋出隧道啦，由暗變光，睇下邊度爆光爆得耐啲，好快可以睇到啦，就係呢一刻啦。嗱，呢度啊不得不讚呢 A 款呢款 cam 啦，好快就回復翻所有嘅色彩啊光暗咁樣嘅。不過其餘嗰2款呢都冇話睇唔到咁嘅。咁依家拆翻開全屏幕啦，咁3款 cam 呢再睇多一次。睇完我試呢3款 cam 咧，大家都想知道價錢啦，咁就賣緊呢一個價嘅。我仲幫大家爭取到個優惠套餐，睇我呢條片介紹嚟買嘅，仲送 SanDisk 64GB SD 卡1張添。好，跟住介紹埋呢條片最後一款 cam， 創盈通訊佢賣得平過淘寶喎。嗱，見到佢有一短同埋一長啦，咁究竟係點樣玩法嘅呢？目測我就覺得佢可以用長續航電同埋一個細電。咁啊，見到佢有6軸嘅防震啊，咁陣間我會試埋嘅，仲有 WiFi Connect 啦，連接一個手機 App， 睇埋包裝嘅背面啦，見到啲相有單車有滑雪，咁啊應該係一部 Action Cam 嚟嘅，就並唔係一部車 Cam， 仲有呢啲配件之類嘅。好啦，咁而家事不宜遲，即刻同大家開箱。好，一打開個盒就見到有個長身嘅 Action Cam 喺度，見到佢已經安裝咗一嚿長續航電喎。長續航電可以續航5小時，咁細呢一粒呢都可以續航2小時嘅。鏡頭側邊呢度有粒解鎖掣，一推一拉，咁就可以將粒長續航電拆出嚟。然之後我插翻粒細電落去，試下開機先吓。部機得一粒掣，開關掣就喺側邊，一開咗佢着咗藍燈。咁跟住就有畫面顯示啦，見到啦，機上邊有個 LCD display， 見到啲顏色都唔算太 sharp， 咁應該都唔會影響個拍攝質素嘅。陣間出去試下佢。頭先插粒電嗰陣呢，見到裏邊就係個插 SD 卡嗰個槽啊，咁而家打開俾大家睇下。SD 卡就係擺喺呢一個啊，拉起佢，然後攝一張 SD 卡落去，個位啱啱好嘅。咁裝好之後呢，就鎖翻個蓋啦。然後就可以繼續插翻電啦。咁我而家插個長續航電，又睇下有咩唔同先啊。開關掣都係撳翻側邊呢一粒，長撳佢直至藍燈同埋有畫面顯示。見到呢度另外有一個 Type C 嘅插電口，應該係長續航電自己專用嘅。後邊有一個藍色燈帶同埋有個錄影掣嚟噶，呢一個係錄影掣。插咗長續航電模組之後，可以揀喺呢一度嗰個 LCD 或者前置呢一個 LCD 顯示嘅。呢個 LCD 呢，亦都係一個觸屏嘅控制，可以喺上邊設定相機所有嘅功能。咁相機嗰邊呢，大致上睇咗咁多先啦。而家睇下盒入邊仲有啲咩配件。首先呢一包呢係 card reader， 跟住有啲說明書同埋保養證。呢一個係快拆式嘅 GoPro 座，好多 Action Cam 都可以用到嘅呢一個座。只要嗰個裝置有個 GoPro 底座咧，都可以裝上去嘅。然之後運動相機必備嘅單車掹啦，掹上去個 handlebar 嗰度嘅。再睇下呢一隻手錶型咧，其實係一個遙控器嚟嘅，藍牙操控相機嘅操作。再睇下呢一個磁吸嘅底座，咁佢有一個咧掛繩嘅磁吸嘅，嗱咁樣裝個相機上去先。或者後邊呢個裝相機腳架亦都得嘅。另外有一個呢係夾喺件衫度嘅，後邊有一個夾嘅吓，可以夾喺衫袋啦。嗱，咁我磁吸咗呢，就要靠呢個頸繩將個相機裝上去磁吸咗呢一度，然後呢個呢掛喺心口咁樣吸上去嘅。裝咗之後就可以解放雙手嚟拍片。
嗱，因為正機身係唔防水㗎，所以就要配置呢一個可以潛30米深嘅防水殼。咁啊，而家裝入去睇睇先嚇。我相信陣間都會攞呢個嚟裝上去部單車度嘅，因為如果踩單車呢，咁啱落雨，起碼都有個防水殼保護住先。裝咗殼都可以撳粒掣嚟到控制佢錄影開關。咁而家我就裝上去部單車度。我部單車本身都裝咗一個喺淘寶買嘅 GoPro 咗，咁啊裝喺呢度拍攝。用咗呢個防水殼都可以隨時拎部機出嚟自拍㗎喎。咁啊自拍完又可以裝翻落去個殼嗰度繼續拍攝路面情況。而家就用呢個龜速上斜，咁啊見到個畫面呢，啲防震都其實都做得唔錯噶啦，叫做。陣間睇到最尾呢，大家見到個價錢都覺得個性價比好高嘅。咁而家我準備落車啦，咁我車速高少少啦，同埋過下地面啲凹凸不平嘅路，又睇下個防震交唔交到功課先嚇。好，而家準備落車，大家靜心啲睇啦。嗱，斜路條片拍到嚟呢度呢，我又覺得相機個防震都中規中矩，雖然有少少跳動，但係都係屬於可以接受嘅範圍之內嘅。影像色彩方面亦都唔差喎，因為相機用咗 Sony 嘅感光元件。我而家就試下拍啲櫻花俾大家睇下先嚇。4K 拍攝嘅櫻花畫面，大家見到個色彩真係唔差㗎喎。最高拍到 4K 30格170度嘅廣角鏡頭，同埋可以影相添㗎喎。相機鏡頭影到2000萬像素嘅照片，我而家又影一張櫻花相俾大家望一望啊！呢一部運動相機我見淘寶賣緊700幾蚊，而家創盈通訊優惠價599蚊，都係一樣啦。話睇我呢條片介紹嚟買嘅就送 SanDisk 64GB SD 卡一張。好啦，咁3款車 cam 嘅測試呢到此為止啦。咁啊，如果大家對呢3款車 cam 有興趣嘅，歡迎去華強北嘅賽格康樂大廈地下 1A62 鋪嘅創盈通訊，或者加影片右上角嘅微信帳號都可以同佢哋聯絡或者訂購嘅。好啦，今集到此為止啦。中意條片記得俾 like、分享、訂閱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